特别的宝贝，口喙魂，看字念字，捌几字。老师，阿雄甲我拍啦！老师，阿明甲我的册藏起来啊！老师，阿辉甲电风摔歹去啊！透早，特教班的教室就吵甲厝遐强要掀起来。我秘书包公办案，认真调查，毋过袂使有歹面相。逐日用满满的爱，甲因安踏，甲因开破。阿雄是一个注意力不足、过动症的囡仔，伊无法度点点啊遐坐，常在坐伫椅仔顶摇来摇去，有时啊无细字，坐甲空骹翘，砰一声，互大家踹一条。伊咧做代志较匆忙，袂晓观前顾后，定定写甲大空细字，互人看着真毋甘。所以，教伊做代志爱细字，爱斟酌，实在足重要。不离过，咱妈妈买嘛有一部摊的，伊真坚张，骹手足猛力，见啊走标比赛，摕头名对伊来讲，敢若倒顶年柑呢。阿辉是一个智能障碍的查某囡仔，伊敢若有3岁的智力，毋过伊真温顺，不时笑眯眯，纯真的笑容真得人疼。会记得有一摆，乌天暗地，雷公四下，落大雨，伊煞雨伞举咧，走出去压花，有缘灵魂咧做伊负责的工课，实在足有责任感的。阿水是一个自闭症的囡仔，伊常在甲我讲伊的耳仔正来，会使听到电线内底电流的声。伊的个性真固执，所以逐工拢食固定的早顿，穿同款的衫裤。有一摆要去升旗，好好放送一首和平常时啊无相像的歌曲，伊竟然老神在在，踩伫遐毋振动，佮讲若是无听到原底迄条歌，我就无爱行啦。实在互人头壳冒咧烧。俗语讲，一枝草，一点露。每一个囡仔拢是独一无二的，嘛拢有无同的特色。我伫注意力不足、过动症的囡仔身上，看到活泼
和轻快。伫智能障碍的囡仔身上，感受到单纯和善良；伫自闭症的囡仔身上，学到坚持和决心。虽望逐工拢会舞一堆也好气也好笑的代志，互我随时爱提高境界，集中精神。毋过，伫我的心目中，因拢是上特别、上古锥的宝贝。望大家会当用同理心代替同情心，互这个特别的宝贝生活无障碍，学习无障碍，心理更加无障碍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